今日嘅第一個環節，我哋會先由認可理財教練林闖恒先生 Alvin 同大家分享退休規劃嘅升級攻略。喺呢個環節裏面，將會同大家深入剖析個人化策略以及多元投資策略去管理你嘅強積金，嚟到應對長壽、通脹等等所帶嚟嘅挑戰。事不宜遲，我哋先將時間交俾 Alvin 啦。好，大家好，我係 Alvin 林闖恒，係一位嘅認可理財教練。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呢，就係一個退休規劃嘅升級攻略啊。咁有啲乜嘢會同大家分享到呢？咁啊，包括3個大部分啦，分別就係退休規劃嘅挑戰啦。第二樣嘢啦，就係退休投資嘅策略，點樣能夠平衡風險同埋回報啦。最後啦，當我哋面對退休嘅時間呢，可能要有一個好好嘅現金流，建立一個退休嘅安全網呢，亦都係好重要嘅。咁啊，我先好快亦都介紹翻自己啦。咁我係林闖恒啦，係家庭理財教學會嘅會長，咁亦都係樂齡規劃學院嘅總監。咁我幫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包括積金局啦，或者啲社福機構咧，都有提供一啲唔同嘅理財教育嘅。好啦，咁啊去翻今日嘅內容，咁啊先講第一個部分咯，就係講一個嘅挑戰。當我哋講緊要面對退休挑戰嘅時間咧，好多時你未正式面對或者一個過程中咧，你未必會知道嘅。往往咧就係到我哋去到後期啦，真係過咗一個最黃金嘅時間咧，先發現到咧原來個挑戰係出現咗嘅喎。所以咧喺唔同嘅地方啦，世界各地都好啦，都會有一啲嘅研究。咁啊，其中呢一個咧就係嚟自美國一間知名嘅大學嘅商學院啦。咁佢就話啦，有一啲我哋常見美國方面啊，一啲叫做退休人士啦，常見嘅理財嘅問題啦，或者就係佢哋最感後悔嘅問題啊。咁啊，包括第一樣嘢啦，就係儲唔夠錢，特別針對退休啊。咁啊，好多時就係我哋成日都覺得，大把時間啦，慢慢儲啦。但係偏偏咧，當你大把時間嗰時咧，你又唔運用時間儲錢嘅喎，到冇時間咧，又可能承擔風險咧，又未必儲得到啦。所以一個儲蓄唔夠咧，係一個問題啦。咁亦都我哋成日都聽人講啦，我要財務自由，我要提早退休。咁但係提早退休之後咧，係咪真係能夠可以應付到未來嘅需要咧？所以個過早退休咧都係一個問題啦。咁而香港咧，其實特別有呢一個擔心嘅，就係第3點啊，就冇一個嘅長期護理保險。咁點解有呢一個擔心咧？係因為香港其實好少有長期護理保險嘅產品啊，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啊。咁以我自己嘅理解咧，喺亞洲區嚟計咧，其實日本就係最多人有呢一類保險嘅。原因係咩咧？係法例規定要買，如果唔係咧，可能就會冇噶啦。所以有時係法例上規定你要做嘅嘢咧，往往其實對長線自己嘅安排咧係好嘅。正如強積金亦都係一樣啦。好啦，咁第4樣嘢咯，唔足夠嘅長期收益資產啊，究竟我哋退休之後需要嘅係啲資產繼續有個長遠增值啊，定係能夠幫我哋製造一個收益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第5點咧，對香港嚟講咧，影響就唔大啦，因為講緊過咗退休啦，攞一個社保啦，就可能咧就會係令到攞嘅錢少咗啦。不過香港嚟計咧，我哋就冇一個好大嘅稅率啦，所以變相咧，亦都唔會有一個叫做好豐富啦或者豐厚收益嘅一個社保。大部分咧，我哋成日都講咧，香港嘅退休長者嘅3大福利就係生果金啦、2蚊搭車啦，同埋一個嘅叫做醫療券啦，係幾樣嘢啫。其實就未必話即係好大嘅足夠啊。咁所以當我哋面對緊啦咁多嘅挑戰嘅時間，咁應該點樣去即係今日早少少未退休就可以諗到啦？咁點樣做得好啲咧？咁而好多嘢突然間你好難會全部都處理到嘅，所以有幾個比較重要嘅退休風險咧，希望今日都同大家做一個分享啦，等你會了解多啲啦。分別就係長壽啦、投資啦同埋通脹。咁點解呢3個特別關心多啲咧？因為香港人係全世界最長壽嘅一個城市嚟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壽命越長嘅，你如果冇足夠資金咧，要應付嘅生活都有個問題啦。咁當我冇足夠資金，我又希望能夠可以透過投資獲利，幫我將來生活有一個較為好嘅安排咧。但往往投資市場風險咧，亦都係好大嘅影響啊！所以一陣間有其他專家咧，又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投資嘅風險咯。咁如果我唔投資啦，將啲錢擺晒喺銀行收息又得唔得咧？利息如果做定存嘅朋友咧，咁我諗早幾年就好開心啦，因為個定存息率咧係可以去到5厘、6厘樓上嘅喎。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你可能好勤力咁周圍揾啲銀行啦做定存啦，可能都係2厘、3厘左右嘅啫。咁未來點咧？咁我諗如果喺一個減息週期底下咧，你預計都係會越嚟越低㗎啦。咁所以3個唔同嘅風險啊。咁而後邊又點樣可以再了解多啲咧？例如講長壽啦。
熒光幕大家見到咧就係一啲統計數字啦。咁我就揾到幾個比較熟悉嘅地方，包括日本啦、美國啦、英國啦。咁今年係2026年啦。咁你見到咧就係喺個預期壽命嚟計咧，香港嘅藍色就係男性啊，男士嚟計咧個預期壽命係83.8歲。咁而女性咧係更長命嘅，係89.3歲。不過如果我哋今日香港嘅叫年齡中位數咧，其實都係大概49歲左右啫。咁即係話有一半人咧，其實未到80幾歲嘅喎。咁到佢再過多20年咧，都只不過係講緊係可能係80歲啊，或者係70歲左右嘅啫。咁70歲左右嘅時間，2046年，究竟啲人預期壽命有咩改變咧？你見到熒光幕嘅數字，你知道啦，其實係比以往係估計係更加長命嘅。男士係預計去到86.4，女性係突破90歲啦，91.8啊。咁會唔會仲有啲叫創新高咧？即係如果你投資股票創新高就開心啦，係咪啊？不過如果你嘅年齡預期壽命創新高咧，可能都係一個要管理嘅問題嚟㗎啦。咁所以當你預期長壽啦，而你亦都資金上又唔知夠唔夠喎，咁點算咧？咁有啲人咧就會投資啦。咁呢一幅圖咧就去到1月22號嘅恒生指數啊。咁你見到咧就係都非常唔錯啦，26,000幾。咁喺過去嘅一年嚟計咧，升咗咧係6000幾點嘅。咁啊聽落就好正啦，30幾% 啊嘛。所以咧我發覺即係喺啲社交媒體咧，近呢一兩年都係嘅，好多唔同嘅廣告啦，又教你點樣有啲投資必勝術啊，又點樣有啲高息嘅一啲嘅收益啊，好多嘅嘢嘅。但係你再睇少少就係，當我哋諗緊退休投資，唔係睇1年。你可能睇一個中長期，譬如一個5年嚟計咧，原來睇翻5年嘅時間，恒生指數係仍然下跌咗2800幾點，超過咗係10% 嘅，咁接近10% 嘅。喺咁嘅情況，如果我過咗5年，年紀大咗5年啦，假如我啲資產就反而跌咗10%喎，咁再落去點算咧？係咪啊？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要考慮嘅問題嚟㗎。好啦，如果我唔敢搏啦，即係叫穩陣啲做存款啦。咁啊，剛才講㗎啦喎，做存款問題就係個利息唔高啊嘛，同埋大部分情況咧，長期嚟計咧，你做定存咧，反而係會輸俾通脹㗎喎。咁通脹嘅一個演繹咧，喺呢一幅圖咧，又俾大家有一個參考啦。如果我哋講緊通脹率係6%啦，每一年嚟計啊，以一個240個月嘅時間，20年嘅時間嚟計咧，原來20年前1000蚊，今日咧只係值個300蚊啫。可能你話唔係喎，我銀行啲錢冇唔見到啊，仲喺度啊。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個叫做購買力。你嘅購買力係100蚊係即係之前100蚊嘅嘢咧，而家可能你只係能夠買翻佢30%啫。咁若然通脹去到8%嘅，只係得剩2成啦；12%嘅咧，只係得剩1成啫。咁有啲心水清嘅朋友可能又會諗啦，就係喂，你唔好呃我喎，香港通脹率冇咁高喎，可能係2至3%嘅啫。咁何來6%咧？咁但係你注意一件事啊，政府公布嘅通脹率係一個統計數字。入邊係包括好多唔同嘅元素啦，有時有啲嘅寬減咧，都會將個數字係拉低咗嘅。而我哋每一個人面對嘅係一個生活通脹嘅數字，最簡單就係食物、交通。你諗下啦，你如果你係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有冇可能一年嘅加幅去到6%，去到8%咧？我相信大家心裏有數啊。所以呢啲問題咧就導致到咧，我哋未退休之前，可能啲資金咧，如果擺喺銀行乜都唔理佢咧，其實你最後帳面上加咗，但係實質購買力就下降咗。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啊。所以幾樣嘢我哋要考慮到嘅時間咧，就要諗啦，點樣能夠做得好啲咧？好啦，仲有一個因素咧，都走唔甩㗎啦！我哋成日聽好多人講啊，我要創造被動收入，點樣可以唔做瞓着覺都有錢收？咁啊成日講呢樣嘢㗎嘛。咁但係相反咧，你有冇留意到有一啲叫被動支出咧？即係話你乜都冇做過，都係會出現嘅。例如其中一樣嘢就係個醫療支出啦。咁啊跟翻醫務衛生署嘅一啲嘅資訊啦，咁你見到咧就係而家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係面對緊嘅問題，就係隨住你嘅年齡增加，你嘅醫療風險、健康風險係增加嘅。好多時我哋唔能夠掌握自己嘅健康狀況啊，即係以為自己冇嘢，但係可能突然間有啲重疾發生咗，係咪啊？我諗大家聽過唔少呢啲新聞啦，同埋有機會咧。
係叫做疾病年輕化。咁年紀大體質會差咗啦，咁但係原來年紀輕咧好多問題都係會發生嘅喎。咁亦都多咗一啲叫慢性疾病嘅風險增加啦。咁啊成日啲人講話慢性疾病即係三高啦嗰類嘢啦，其實唔一定嘅。我哋最簡單理解嘅就係一啲需要長期治療，我哋叫做咩咧？死唔去但係醫唔好嗰啲咧，咁嗰啲係叫慢性疾病啊。咁你諗下點樣處理咧？越嚟越多嘅，咁亦都擔心咧。如果去一啲嘅叫做好多病菌嘅地方啦，譬如醫院咧，冇事都必有事啊。咁除此之外啦，一個人口老化係香港嘅，其實係全世界嘅趨勢。不過香港問題再嚴重啲啦。咁你見到呢啲數字去到2039年咧，香港嘅700零萬啦，或者800萬人口嚟計咧，可能係話俾你聽有300萬以上。都係去到65歲以上㗎啦，咁而一啲叫做慢性疾病嘅風險咧，亦都隨住年紀增加咧，亦都多咗。有人講話，點解以前同而家比較，而家多咗咁多病咧？因為而家嘅人長命咗啊嘛，以往佢都未到嗰個階段就已經唔喺度啦，所以反而啲疾病咧冇發生到。但係今日就唔係啦，因為越嚟越長命咧，反而啲疾病係多咗。而其中一個好多人都講㗎啦，腦退化症呢一個咧喺香港嚟計咧。講緊女性70歲或以上㗎啦，逢6個係會有一個有呢一個嘅症狀啦。咁而男性咧就係逢10個就會一個嘅。而隨住年紀再進一步增加咧，去到85歲啊，估計啊，逢10個係將會有3個。咁而腦退化症有冇得醫嘅咧？咁我聽過一啲醫生嘅分享啦。其實隨住個醫療嘅技術啦，或者一啲嘅藥物嘅發展咧，今時今日咧腦退化症咧係能夠有適當嘅藥物或者治療咧，係令佢唔再惡化嘅。不過錢係一個問題啦，可能一個叫做有效嘅療程咧，隨時都要使到你100萬、200萬。咁呢啲如果你冇做好個準備咧，到時又唔知點算啦。咁而喺個腦退化症嘅發生嚟計咧，原來根據統計數字，男性係較早期發生嘅，而女性較後期嘅。不過我諗呢個數字咧，其實有少少都係有少少俾大家了解咧。點解會女性後期多啲咧？因為男性相對壽命短啲啊嘛，所以後期咧女性多啲，咁啊發生機會多啲咯。好，咁啊講完咗呢一個之後咧，咁啊有幾個風險俾你知道啦。咁啊包括咗啦，就係一個嘅長壽風險啦。投資風險啦、通脹風險，同埋仲有一個就係疾病嘅風險啊！咁每一樣嘢我哋都要處理嘅，所以跟住呢個環節就講啦，點樣去平衡個風險同埋個回報啊？